今日我會同大家講漢字天下系列嘅第二集甲骨文的故事。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漢字咧有好悠久嘅歷史嘅。如果一路追溯咧，可以追溯到去商朝嘅。咁喺商朝時候嘅漢字咧，就係嗰個形式咧，我哋就叫做甲骨文。究竟商朝距離而家咧有幾耐歷史嘅咧？原來商朝咧就係喺公元前17至到公元前11世紀。簡單啲講，即係話距離今天咧已經係超過3000年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漢字如果由甲骨文開始數起咧，哇，真係個歷史非常之悠久，有3000幾年嘅歷史。問一問大家一個問題先。清朝嘅乾隆皇帝咁大家都知道咧，佢就好欣賞咧中國古代嘅文物嘅。好多時咧喺一啲書畫上邊咧就仲會吸引嘅。另外，唐朝嘅詩仙李白，相信個個都識佢啦。仲有咯，東晉時候大書法家王羲之，係咪？最後啦，東漢時候一個咧好出名、好聰明嘅人，叫做諸葛亮。你估下啦，呢四個咁出名嘅人、咁叻嘅人，佢哋識唔識甲骨文啊？佢知唔知甲骨文嘅存在啊？原來咧，佢哋係唔知道甲骨文嘅存在嘅，亦都睇唔明甲骨文嘅，應該嚇。咁點解嘅咧？原來咧喺中國古代嘅學者，即係譬如漢朝或者以後啦呢啲學者咧，佢對古代嘅書寫文字咧，其實咧就會停留喺一個印象。古代嘅文字咧就係叫做柳文或者叫做石鼓文。柳文同石鼓文即係咩咧？原來咧就係話啦，西周晚期嘅大算，至到咧秦始皇統一文字之前嘅小算呢一段時間嘅文字咧就叫做柳文。實際上我哋要進入20世紀咧，先至係重新認識甲骨文。成個甲骨文嘅發現嘅故事又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咧就先咧要翻到去清朝末年嘅1899年。即係話咧19世紀嘅最後一年。亦都要必須提呢位仁兄喎。咁佢叫做王懿榮。佢係咩人嚟嘅咧？咁原來咧王懿榮咧喺1899年嘅時候咧，佢嘅官職咧就係國子監祭酒。用而家嘅説話嚟講咧，佢就係皇帝嘅最高學術顧問兼私人秘書。佢嘅學識當然好豐富啦。舊時嘅學者咧，一般嚟講咧，好多時咧都會識少少中醫嘅。因為都係自己睇醫書咁樣噶嘛。喺1899年嘅時候咧，王懿榮咧就感染咗瘧疾。因為佢自己都識啲中醫噶嘛，咁佢就叫人咧就去啲中藥鋪就自己執啲藥俾自己食啦。咁咧買咗啲藥翻嚟之後咧，佢自己都睇啲藥材嘅。咁咧就發現咗啦，有一味嘅藥叫做龍骨，好似同平時嗰啲咧有少少唔同喎，好似有啲嘢刻咗喺呢一度咁樣。咁咧佢就相信咧呢一啲咧就唔係普通嘅符號嚟嘅，可能係一啲文字嚟嘅。1年之後，即係1900年就發生咗八國聯軍之役。咁而八國聯軍咧最終係攻入咗北京城。咁喺呢個時候咧，慈禧太后同埋光緒皇咁當然係有事走先啦。咁就將北京城咧呢個保安咧就交咗俾國子監祭酒，即係王懿榮去負責啦。王懿榮咁當然啦冇能力對抗八國聯軍啦，係嘛？最後咁佢就係同佢嘅夫人咧係投井自盡。實際上，王懿榮其實咧就冇對甲骨文咧做任何嘅研究嘅。因為咧由發現甲骨文到王懿榮投井自盡咧，只係得1年嘅時間嘅啫。兼且咧喺局勢動盪嘅時候咧，亦都唔會有心機去做研究啦。學術界仍然尊稱王懿榮係甲骨文之父。因為咧佢嘅慧眼咧就將埋藏咗喺地下3000幾年嘅甲骨文咧，重新咧就帶到去學者嘅視線範圍入邊。跟住咧我要講另外一個人物啦。時間去到1903年，即係咧王懿榮死咗3年之後啦。呢位仁兄咧就叫做劉囂，字鐵雲。所以有啲人咧亦都叫佢做劉鐵雲嘅。佢就喺1903年咧就收購咗王懿榮生前買落嘅嗰啲嘅甲骨啦。然之後咧就研究
甲骨文。咁啊，仲有啦，出咗一本書叫做《鐵雲藏龜》，咁可以話下咧，呢本書咧就係第一本咧就關於甲骨文研究嘅書籍。對於甲骨文後續嘅研究，咁我哋就必須要認識呢四位學者。咁咧，我哋統稱佢哋叫做甲骨四堂，包括咗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獻堂、羅振玉字說堂，仲有王國維字觀堂。咁喺呢四位嘅學者之中咧，我特別咧就要提董作賓先生，因為1928年國民政府咧就任命董先生咧就到河南安陽作第一次官方認可嘅甲骨文發掘。咁其實咧，董先生咧就對考古發掘咧係唔係好識嘅。咁啊，佢自己咧後來都承認咧，當時都係邊做邊學嘅。咁啊，長話短説啦，喺發掘咗之後，咁啊嗱，其實咧當時已經差唔多咧進入咗日軍侵華嘅時候噶咯喎。咁啊喺抗戰時候咧，咁啊董先生得到呢啲甲骨文嘅資料咧，咁咧就寫咗一本好有影響力嘅書，叫做《殷力譜》。咁咧就從而咧就令到我哋中國咧嘅信史由以往嘅周朝向前推前咗600年，去到商朝。到咗1949年，董先生咧就隨同國民黨咧就去咗台灣生活。咁啊，1950年代咧，咁其實台灣咧都係一窮二白嘅。咁啊人工咧普遍好低。咁啊董先生咧雖然咧即係一個大學者咧，咁但係佢嘅生活咧都唔係好好嘅。咁啊，去到1955年啦，咁啊，董先生咧就應香港大學嘅邀請咧，就嚟到做一個研究員嘅。咁啊，董先生咧亦都承認因為咧香港嘅人工比較高啊，咁啊，所以咧就嚟咗香港咧就工作咗2-3年。咁啊，董先生咧嚟到香港咧，咁當然啦，佢亦都會買一啲文具用啦，係嘛。咁喺當時嘅環境咧，咁佢亦都會向一啲親國民黨嘅書局咧，即係譬如訂購一啲書啊咁樣因為始終咧喺香港，譬如買一啲外國嘅書咧，就比較係方便一啲嘅。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咁啊我阿爸咧當年就係喺呢一啲咁嘅書局嗰度咧就係做嘢嘅。咁工作當然包括賣書，同埋咧有陣時都要負責埋送貨嘅。咁啊有一次咧就送貨到去董先生嗰度咯。我阿爸咧見到董先生喺度寫甲骨文咧，就覺得啲字幾得意幾靚嘅。咁咧就順口就講咗一句不如咧你送一幅字畫俾我啊。咁啊董先生竟然二話不說，好啊，嗱，你下一次送貨嚟，咁我就會準備好對聯同埋一幅字畫送俾你嘅。咁啊，我阿爸當時就覺得，都係聽住先嘅啫。咁啊，冇幾耐咧，又送啲貨去到董先生嗰度咯。咁啊，董先生見到我阿爸咧，就話啦，你嚟就啱啦，你嘅字畫同埋對聯咧已經準備好啦。嗱，咁我就送俾你啦。咁所以咧，咁喺我屋企嗰度咧，雖然我細個住公屋咁但係咧我就可以咧就見到董先生嘅真跡。咁所以咧，董先生咧就對我哋香港，以至對我屋企咧，就有一種特殊嘅感情同埋聯繫嘅。咁今日咧我講甲骨文嘅故事咧就到呢一度。咁有機會我哋再見，拜拜。